回来。那行，你不去看爸是吧？小楚就在门口，你跟我去看看小楚去。行。不愧是名校毕业呀，这钢笔字写的可真漂亮，字如其人呐。这可就是门面呀！啊，我看啊，不用和其他知青一样再去一线锻炼了，就留在办公室当打字员啊。谢谢主任啊，这钢笔字写的漂亮，粉笔字可能也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那今天就换板报。小杨，哎，把稿子交给素棉，你帮他去换。行。主任。啊，彩琴。哎，说新来一个是吧？啊。哦，就是你吧？哎，听说你是我一喜哥的表妹，我怎么都没听说呀？好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咱们农场厂长的千金，彩琴，广播室的播音员。彩琴啊，这位是新来的知青赵素棉。哎，这不写了一笔好字儿，留在咱办公室啊，当打字员了。大家要记住啊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。老同志呢要关心新同志，一切革命队伍的人啊都要互相关心、互相爱护、互相帮助，啊。我还要去趟3队，说是有个知青啊偷了老乡家的公鸡。啊？嗨，净给我找麻烦。那您先忙。好，那你们先聊。哎，啊，好嘞，好嘞。这样，主任。哎，好。赵什么来着？赵素棉。素棉呀，素睡得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没有跟我说清楚呢，你呀是怎么就能成我一喜哥的表妹呀？这我哪知道啊？这事儿得去问我妈。小杨是吧？哎，那你陪我去看看黑板报吧。啊，行，走，我带你去。德行还挺牛的呢，我让你过几天看看，到底谁能不能管住你？那当然，连主任也要恭敬你3分呀。东风吹，战鼓不累，这世界上究竟谁怕谁？来，就这儿，这是1块，还有2块在打鼓场。谁写的呀？也没专人写，这还是胡主任自己看不下去了，亲自写的呢。稿子不能那么写啊，得结合实际，或者是想点什么小故事什么的，或者就是写大批判专刊，这才有人看呢。啊，一看你就是行家呀。那这样吧，那我下午让各部门的宣传委员下去搜集一些稿子，送给你看看，挑选一下。行，那赶紧去吧。行，走了。二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好咱俩不认识吗？快走！这不都没人吗？你别怕。那也不行，快走！我就是来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我带你去看咱爸啊，你什么东西都不用准备，到时候我来找你啊。快走！你说碰到这么一根筋算是崴了你了啊！搞出点乱子来，还是不知道利害关系呢。甭找了，那半瓶酒啊，叫孙子拿走了。奶奶，您怎么知道我在找酒啊？这家里的酒瓶子啊都没了，我儿子又不爱喝酒，你说不是你拿去了，是谁拿去了？我爸就喜欢这一口，那要是没有了，今天我就不拿了。我那儿倒是有一瓶酒，我是给我小儿子顺的，要不就给你吧。你等着，我给你拿去。哎。来，小楚，
就站在这儿啊。谁呀？谁呀？这儿，大二姐，是我，过来，来，快来，是我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说过让你不要讨真，怎么又来了你？哎呀，今天下午我不是跟你说好了，今天晚上我要带你去见咱爸吗？嘿，哎，你这不缺根筋啊你？我俊熙没跟你说啊？说过了呀。说了你还来呀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就一次，就这一次，你可不知道啊！那天我跟咱爸说你在这儿，爸高兴的不得了。哎，你看，你给爸的礼物我都替你准备好了啊！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已经跟那个保卫科的老张说好了，把咱爸安排到一个单独的房间，你就到那儿去见咱爸，不会有人看见的。保卫科的老张，那不就等于他知道了吗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保卫科的那个老张啊，绝对不会的，他人特好。这几次啊，我去看爸都是他在帮忙。他帮你可以，因为他知道你是爸的女儿。可是我呢？啊，我去探望走资派啊，万一让你知道了，就怀疑我跟爸的关系了。哎，傻呀你！你是不是想毁了我？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再敢来看我的话，我就告诉妈，让你呀不在这儿待着了。赶紧回去吧你！哎呀，回来！那行，你不去看爸是吧？小楚就在门口，你跟我去看看小楚去。哎，行，赶紧走吧，下回啊！哎，你什么人呢？爸，不是素棉不想来，主要是眼线太多了。他一来吧，你说这门口这老张也得知道，万一有个闪失什么的，素棉就完了。我能理解，不能因小失大。素棉这样做是对的。来，小楚坐下啊。坐好了啊。爸，您看，这可是他二姐给您买的酒，带的钱都花了。好家伙，这是洋河大曲呀！你瞧瞧，我呀养了一个女儿啊，不比养个儿子差。我在这牛棚里都能享受到二女儿的温暖。好了，春儿啊，素棉的这件事啊，你做得太好了。你说她真要是去陕北插队，那这一辈子还不一定怎么恨我这个爸爸呢。哦，对了，哈哈，哎，哎呀，还有我的小楚，哎，扎一个。小楚啊，到家了啊。哎，门怎么锁了？小楚啊，先下来啊，大姐看看。